場嘅新馬賽事，1000米直路準備。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算係齊集雙嘅。愛蘭米茲攞咗條欄先啊，出邊有黃衫雙劍合璧，中間第2位紫色帽呢，仲有通情達理啊，第3位粉紅帽呢就銀騎士啦，咁啊後邊第4位愛蘭呢，粉紅衫呢就盛世英雄啦，中間加應感恩啊，咁啊響後邊嗰匹呢，淺紫色衫呢就精英奪冠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愛蘭米茲係雙劍合璧啊，佔先少少嘅，中間有通情達理上咗嚟，入邊就係嗰隻銀騎士啊，粉紅帽啦，最入精英奪冠啊，咁啊後多層有嘉應感恩盛世英雄呢，就愛蘭暫時殿後粉紅衫嗰匹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外邊已經一路騎緊，就係呢隻雙劍合璧啊，中間位置就係通情達理上嚟追緊佢，再入邊嘅位置仲有呢隻精英奪冠第4位呢，就係呢隻銀騎士嚟嘅。最後100零米啦，通情達理響中檔已經係透出咗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嘅馬呢，有愛蘭着數啲喎，外邊雙劍合璧，入邊精英奪冠第4名係銀騎士啊。結果今季首場嘅新馬賽事，葉楚河馬房潘頓呢個組合啊，咁啊結果憑借通情達理順利贏馬，第2名愛蘭米茲雙劍合璧，入邊係精英奪冠第4名係銀騎士。咁啊，前4名嘅馬早段擺晒翻嚟，就係前面嗰4隻啦。通情達理大熱贏馬啦，後尾獨贏着綠燈啊，雙劍合璧第2，精英奪冠都算係用後上嘅跑法第3㗎啦。咁啊，銀騎士第4啦。咁啊，精英